上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3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赶紧来关心风台。中度风台凯米继续咧增强，按算明仔后日2天会上挖进咱台湾。气象署伫昨昏半暝已经发布风台的海上警报，可能伫今仔日的中昼到尾暗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赶紧来听气象署伫拄则上新的说明。气象署目前已经针对今年第3号台风凯米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的警戒区域包括了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提醒这些洋面航行及作业的船只应该要严加戒备。而这个台风预计在礼拜3、礼拜4会侵袭台湾，为台湾带来强风豪雨，也请大家要预做准备。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到目前台风的位置哦。目前在今天早上8点，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东方大概49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个台风的强度跟暴风范围有逐渐扩大而且增强的趋势。目前近中心的风速是每秒38公尺，暴风半径也已经扩大到了180公里。由于在台风的北方这边的海域跟环境是适合它发展的，因此我们不排除在台风北上的过程当中会持续的增强。而就目前的离向来看的话，台风在未来1天大概会先以偏北的方向前进，随后再转向比较偏向于西北的方向。暴风圈在明天就会涵盖到台湾的东半部的海面了。而随着台风的逐渐的靠近，今天在台湾各地的降雨呢，也是逐步增多的情形啊。我们先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到目前雨量发展的状况啊。有颜色的地方就是会下雨的地方，可以看到在东部外海，其实云系发展的相当的旺盛。那有一些零碎的雨系移入的时候，其实已经为东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带来比较短暂的阵雨。我们预计随着台风的靠近，这样子的降雨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从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白天的定量降水预报，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包括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断断续续有些短暂阵雨，而且雨势越晚，降雨的几率是越高，而且雨势也会比较明显的。至于中部跟南部，今天还是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啊，所以在上午到中午天气大致是晴朗稳定，但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出来哦。同样的，今天在各地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上还是比较高，有些地方可能是有36度高温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还有金门地区。天气上面是比较闷热的，我们也是持续有发布高温资讯的情形。陆上警报的部分的话，我们预计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的话，那有可能会在今天的中午到下午之间，有可能就会开始针对部分的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阵雨。咱同齐来看云图。对云图顶头已经会当看到风台到台湾瓦近，今仔日日是北部、东半部拢会落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可能会落雷公雨，也若暗时开始，各地头的风雨拢会变较强。西半部、东北部各有山区拢会落大水雨，尤其西半部的山区雨会落较粗。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高温也是有33度至36度。气象署有针对8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其中有6个县市是柑仔色的灯号，也若伫新竹市金门县是黄色的灯号。另外，伫红头树、绿岛是出现9级至10级的强阵风。下晡开始，桃园到苗栗沿海嘛会透强风，乡亲就要特别注意。风台要来啊！即马交通部有表示讲，台铁已经伫东部的铁基路干线，搁再安14支监视器，而且要结合 AI 的即时监测，看敢有物件落到铁基路。也若公路局嘛按算伫今仔日开始，东半部会先去扫着风台，所以嘛派人去巡查，会随时调整管控措施。也若渔船啊，对昨昏开始嘛拢已经入港啊，要避风台。国际渔港将船顶的物件搬落了后，开始用锁固定船身。家人北走的渔港陆续渔船转来。船主讲，这摆风台路线可能是西北台，高度大楼，估算要用2天的时间来做准备。目前来看，到这晚拢无法度去出海。提早差不多2天，因为台风是差不多礼拜3早上登陆嘛，因为船要靠岸，要补给，要拉绳子。然后第一道防台，然后明天还要再拉一次绳子。环河强风大雨，吊车出动到基隆市港区边仔，这大型磅礴工具部分先拗起来，各用锁保护鞍。
可能会互部分宽大条的台北市也开始清水沟啊、加路桥这些相关的准备。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树木的部分，我们都会持续观察跟追踪，然后有必要时我们也会来做一些树木减重修剪。这方面，大东县是国内由来第4大山区，即马的结果，农民烦恼风成过大会吹落去，赶紧去将石个搬落来。其实落梨它很重嘛，那如果风太大，它一吹啊，它其实果柄这边就很容易断，然后就会落果。东部海边风险豆真强，来往离岛的客轮业者日开出7个船帮，将绿岛南苏2000外游客送回本岛。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宣布影响风台，23下晡2点开始有警情休困，园区8条步道也各部封起来。交通部长李明言顺势准备，对上受影响的东台湾，除了公路系统以外，也要求代替严格戒备。7月22号以前完成。另外在花莲再增加14组这个监视器，好，那这包括原来的既有的花莲这边有23组，加起来会有37组，那这些都有24小时有人工的监看，那并且其中有部分是 AI 可以自动的告警。公路局有告23开始，风台对影响东部路龙。第一波警戒路段有北环公路、中环公路、宜兰支线、中环公路甲苏花公路等。公路局会派人驻点，定时巡视机动调整现场的管制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根据气象署的预报，7月20到24是大涝，即马阁拄着风台要来，沿海乡亲就爱设置海水倒击甲淹水的风险。因若昨昏透早，屏东的东港地势较低的所在已经积水啊，真侪人是撩水去上班，高雄的基地嘛同款。另外，受凯比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来回屏东小琉球的船帮拜3、拜4全拢停驶。路边一地粪扫因为积水铺伫水面。抽水的某大澎无hiệu，海水专要是一起来落地。现场伫高雄基丁派出所附近，拄好是年度的大樓。一透早地勢較低的所在，積水就超過10公分。烏多擺徛過，水就噴甲攏是。毛民眾是暴冷撩水去上班。水講若塌起來，嚴重啊，所以不會特別會當中泡。怎麼辦？就是這樣，不然要怎麼辦？你就去將就啊。那高雄、屏東的東港鎮地勢較低的所在，嘛因為年度大樓連續2天攏積水，車駛經過積水的所在，就要放慢速度。按那積水是淹到一個大人的腳肚遐爾懸。正是6點哦，透早6點，水就已經開始停啊。屏東東港鎮東鎮里便若拄着年度的大樓攏會積水，即屆拄好凱比風台的逼我來，當地里長提醒民眾就要注意海水倒擊。屏東往回小琉球的船幫嘛，因為環繞風台外圍環流影響，雖然拜一船幫照常，毋過24、25這2天攏停駛。按那日落會看天氣情形才會決定。記者王周婷、陳顯坤，屏東報道。含鄉親關心今仔日報紙重點，咱先來看《中國時報》。凱比風台來進前，天氣是較惡雨熱，昨昏咱的用電就創下歷史上的第2懸。也毋過較害的是，南口1號機破功。大潭機組部分害去，所以中部的電送往北部，達到電網的緊繃。昨昏北部供電就真緊急嘛，真晏真熱到。台電是趕緊啟動核二發電機，也個對伊個大南5號機嘛有啟用。繼續關心自由時報，有民眾佇網絡發現講有人在賣移民署內部的資料，而且畫價是畫到美金1500塊。這資料內底有移民署長的聯絡方式、其他官員的資料、甲職位、電話攏有。移民署是強調講，因的資訊系統並無受到駭客攻擊，無排除是你這個員工甲這個物件、這個資料提出去賣。來看聯合報，交通部道安統計，2011年65歲以上的時代，交通事故死傷的人數是28292個人，也毋過到去年已經增加到73031個人，增加2倍外。等於每天大約有200個老大人發生車禍。去年有將近40個機車、奧多巴嘅事故車禍，死傷者攏是社會人。來關心昨昏佇國道1號路南369公里的所在。好，載運的物件，記者綜合報道。
来关心台中市东区一间百货公司，昨下晡传出偷窃的事件，有民众发现一个姓王的查甫人用手机共偷窃，赶紧报警查了后，警方是该依法上班。另外，伫台东基督教病院嘛传出一个姓刘的医生涉嫌偷窃查某同事和患者的家属，而且时间已经有3年这么久，病院已经甲伊停止合约，嘛要求伊离开。百货卖场4楼的天桥顶，几个查甫人为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一直拍，穿乌衫的查甫人互人压伫涂骹，原来伊互人指控好亲像摕手机甲查某囡仔偷翕。这个偷拍啦，偷拍人家内裤啦。日下晡有民众伫台中市东区这间百货卖场，看到姓王的查甫人好亲像用手机偷翕，边仔人赶紧阻止并报警。警方到场了后，查甫人甲手机影像删除，毋过还原部分影像发现有其他查某囡仔脚的画面，而且有一个被害人甲骨。警方依照妨害性温书罪嫌上班。有拍摄其他行经女子腿部形式，未发现有拍摄身体隐私部分之影像。台东基督教病院传出有一个姓刘的医师伫院内任职4年，伊长期用手机偷翕女同事甲患者家属，偷翕的所在包含真侪场所，甚至伫院内的公用电脑，还有真侪偷翕的档案。院方表示，伫今年6月接到投诉，随甲这个医师终止合约。我们调查，我们到底有哪些的员工在这一次的拍摄的事件当中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有积极的主动调查。院方表示真痛心，嘛要求当事人离职。偷翕的事件真侪，有民间团体是讲，会有这种行为，可能甲行为人的成长环境、欠缺社交以及甲女性斗阵的经验有关。他们可能不会学会比较正常的一个表达或者是相处的一个方式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行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适度的引导，他可能就会又会有第2次、第3次的一些状况。立信基金会表示，除了行为人透过转移注意力，也甲加接触正常社交管道以外，必要时阵嘛当寻求心理咨商。民众本身嘛爱提高警觉，避免变做互人偷翕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Trump 7月13日做说活动顶悬红暗杀，负责维安的美国特勤局局长是2日的时到联邦众议院的听证会，伊有坦白讲特勤确实有失职。伊嘛表示，伫发生枪案之前，伊捌接过2届至5届有科技的人员来通报。也若面对议员要求伊爱死这道台，伊是回应讲，伊有责任找出这件代志的真相，来避免这款代志搁再发生。On July 13th, we failed. As a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security lapse of our agency. 美国特勤局长齐多2日到联邦众议院听证会，承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前伫个选举造势集会遭到暗杀未遂，是特勤局任务失败。共和党这边众议院监管甲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科莫，也有民主党这边众议员拉斯正罕的意见共款叫齐多下台。It is my firm belief, Director Cheadle, that you should resign. However, in complete defiance, Director Cheadle has maintained she will not tender her resignation. I will be joining the chairman in calling for the resignation of the director, just because I think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irretrievable at this point. 不过齐多唔轻视，也个讲，伊认为伊是目前领导特勤局的最佳人选。不过齐多也承认，伫枪击发生之前，当地执法部门就发现凶嫌有提7具仪。不过伊强调，一直到开枪之前几秒钟，凶嫌才被当作威胁。How many times was the Secret Service alerted about a suspicious person at the July 13th campaign event prior to the first shot being shot? From what I've been able to discern, somewhere between 2 and 5 times there was some sort of communication about a suspicious individual. 齐多讲，有责任查出枪击案的真相，并且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这是国会对川普有罪未遂案件的第一轮监督。所落来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瑞伊2日也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伊若本地公布宣告的美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即马伊是公开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即嘛互民主党伫线顶的捐款一时就加真济，伫短短几点钟内就募到超过5000万美金，即嘛创下2020年大选以来一天内底募到上侪金额的情形。也那贺锦丽今年59岁，伊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女性，而且是阿非裔的副总统。总共真正代表民主党出来选总统，安尼嘛会创下美国历史上的新纪录。总统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佮表态支持副手贺锦丽，加入民主党2020岁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透过声明讲，拜登的决定是无私甲爱国行为，伊会努力争取佮赢这项提名，全力团结民主党甲美国，打败川普甲激进派2025计划。佮向支持者发声，咱佮有107天，咱斗阵战斗，也斗阵也着胜利。Looking back at 2016 and Hillary, she did win the popular vote by close to, I think it was over 3 million. And so I believe that if she can get her campaign right, that she may be able to pull a few swing states and win this election. 虽然这是为1968年以来民主党第一场开放式全国党代表大会，不过前总统克林顿甲前国务卿希拉蕊为主，真侪位当量级的民主党人，50州的民主党党部主席拢公开支持贺锦丽参选。民主党的线顶募款网站指，伊暗时为原本的每点钟平均无到20万美金，钱是一直之外无超过5000万美金的捐款，创2020年大选以来民主党一天上悬的募款金额，佫是募款网站史上一天第3悬的新纪录。促进民主党世家即摆脱党用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小罗伯甘乃迪，都明确表示，这一切拢是为着钱。They're doing it because it's the easiest way to hold on to the money. She's a war hawk.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always the peace party. Kamala Harris is a war hawk on Ukraine. She's a war hawk on China. 在加州奥克兰出世59岁贺锦丽，爸爸是来自牙买加，妈妈是来自印度，毕业伫霍华德大学甲加州大学旧金山法学院，是加州第一类非裔地区检察官，第一类非裔州检察长。2016年成功选调联邦参议员，2020佫加做美国史上第一类女性甲阿非裔副总统。不过外界认为过去4年伊的表现无甲若好，亲像伊上早被指派负责处理美国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连续4个甲错误陈述招来批评，这负面的印象一直延续到后来对提权议题处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闻进前针对6项民调结果进行平均计算，贺锦丽支持度是 47%， 川普是 48%， 双方并无明显的差别。川普自称是拍败贺锦丽比拍败拜登更加简单。美国媒体是后说这场大选是检察官甲党刑犯之间的对决。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镜头来接专线通车，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掌权的加沙走廊卫生部对外表示，以色列搁再对加沙走廊的南部发动攻击，造成70个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法新社去问以色列的军方，也毋过因对伤亡的数字无要回应。另外，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政府今仔日发表共同声明，对外表示，即马全世界拢在关心加沙走廊的冲突，也搁有俄乌战争，却拢无去关心到叙利亚的问题，这是外交的错误。因为叙利亚内战，当地人民是真悲惨。叙利亚是全世界难民上侪的所在，境内境外有路无厝的难民超过1300万人。来关心瓜地马拉内政部对外宣布，因要起一座安全级数上界悬的监狱，按算内底会当关3000个犯人，希望要来解决因国内监狱伤过客的状况，而且嘛要防止恶盗伫监狱内底为非三者失控的乱象。镜头搁倒来讲来，咱来关心国军的汉空演习。这届是以无剧本的演练，要连续进行5天。昨昏头一天的重点是战力的保存。西部的战机飞去台东甲花莲的基地操演，民间的车辆嘛协助载物资。另外，教育调集14天的部队嘛有投入这一届演习。美盐喷射自首伫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战机，一定加速了后，赶紧油气成风。
另外一只幻象也倒咧后边起飞。汉光40号演习即日开始，第一天重头戏是战略保存。自防伫西部国空军基地战机，新调幻象2000 C130运输机、台中 IDF 加机 F-16V 屏东1K 预警机、P-3C 反潜机等分别飞去东部基地。总共14架 IDF 经国号战机转场，再去飞到台东志航基地。另外，天宫航空飞弹车在介护之下，在台东市区内底机动部署。来拍飞机。主要知道今天是什么科目吗？战力保存。幻象2000 C130运输机、乌鹰直升机陆续飞到花莲空军基地。基地内底 F-16V 已经挂弹，经由战备道进入嘉山基地进行战略保存。海军航南杀手拖工机孙罗南攻略飞弹快艇接到指令，为宜兰苏澳紧急出港。汉光演习同时结合自强中心演习等韩国军部队动员能力，订购定向品项高达305294件。民间的车到集合地点载运车服型铁丝网啊、钢材、螺旋桨赶往第一线阵地，设阻击设施拖延敌军抢劫海堡。这批教教部队投入汉光演习训练内容真实在，会参加夜间作战，加阵地强巡防。日军分霸战车车队伫屏东市区走，有2个囡仔摆几排蓝国旗为国军加油。帮国军加油！是啊，那你有没有看到战车？有。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民国防的一个教育，向下扎根。中共对台威胁愈来愈多，也互今年汉光演习备受注目。在国人的支持之下，国军今年聚焦无剧本、无分人的操演，展现保家卫国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一大万安47号演习，昨昏是伫中南部7个县市大型演练，模拟飞弹、火箭攻击咱台湾特定所在，民众遵照指示去防空壕、防空避难设施避难。也若今仔日是往北部要进行演习，伫下晡的1点半到2点会发出警报，会实施交通管制，请北部的乡亲就要配合。警报发布，记录完全无人。万安47号演习，日下晡1点半伫中部举行。台中市动员3000个警力，疏散避难甲管制人甲车，包括台中火车站等交通要道，也拢要求旅客配合避难。未知，共身体必须回斗。民众到区公所地下室避难，无意准备接受飞弹带来的冲击波，用拍落来喙开开，抓目睭甲耳仔，互胸部离涂骹避难姿势。这是国防部头一届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国家级警报信息。台中市政府伫台里举办疏散避难演练，模拟战场急救、战后消防灭火甲建筑安全评估。市道的陆军司令是讲，导弹飞弹已经时间短，防空警报发送了后，民众是不是会当快速避难是关键。不仅仅只有战机会来攻击我们，对导弹、飞弹的攻击更是对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预警时间短，非常的迅速，所以当接获这些警报发放的时候，大家要能够迅速的寻找避难处所。以台中市的这样的防灾量能呢，可以安置超过我们台中市285万市民2.2倍以上的安置人数因为呢，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中彰投呢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所以我们安置的设定范围不只是我们台中自己的市民家人。台中市政府另外模拟伫台里高中开设战时灾民收容救济站，提供短期的大数医疗甲协准服务，而且因为台中中华南投共同生活圈全市辖区内所有的避难点，会当安置中部差不多600万人。万安演习是为中部、苗栗、台中、嘉义等7县市开始，连续4天，为疏散避难到民防的演练，好天爱积予来年做十足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也若高雄的贵港磅空，伫昨下晡发生高峰机落落来意外，造成磅空内底大塌车，加载是无人受伤。港务公司怀疑是拖板车去无细致去弄到高峰机，高峰机在海去。若昨昏7点半已经清理好势，嘛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车。车伫咧磅空内驶甲顺顺。
突然间看到头前的情形，驾驶惊一个。好佳在驶无紧会虎尾档，不过磅空顶3台国防机将你摔来飞倒伫咧路中，土粉淹甲规个。不管即便代志发生前的情形，敢若是头前这台拖帮车弄到。这个车子叫做平柜式的货车，那肇事原因就是它的柜门未稳妥固定。就已经通过函关才入去磅空内，那也搁去搞到或者是弄到国防机，这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港务公司怀疑拖帮车的平帮拄啊，可能无固定好，才会突然间存管去弄到。他到隧道前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柜门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升起来，就像头发翘起来一样，过去就把风机翘下来了。3台国防机初步估计损失是900万，好佳在无人员伤亡，因为机电往前定方向被迫关闭，全线无法度通车。现场先改由前定往基顶方向的磅空双向通车，一直到暗时7点半，现场处理好势，才恢复正常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的中区民族路，最近有出现大小拢无共的机车价，有的机车价甚至比轿车停车价也阁较大。详细去了解才知影，讲是因为即马机车外形有较济，有较无共款，所以市府即马当地试办画出无共大小的停车价。涂骹写基办车停放区，不过详细看，机车停车价有大有小，有的甚至比一般的轿车停车价也更加大价。台中市中区民族路立川东过到自由路这段，最近有一寡超大型的停车价，以前较小价已经无去，民众对新措施无啥了解，看法也无啥同。一般骑摩托车的人，他稍微可以在多放一两台。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的话，没有宣导，然后就变成说，有时候开车没注意的话，它稍微大一点，你会把它当成它是汽车停车格。台中市政府讲，传统的停车格宽度差不多1公尺，一边只敢会当停一台奥多拜。考虑到基办车外形多元化，车身的宽度无同款，为了要增加机车停车容量甲停车的弹性，今年6月开始经民族路为17个新型停车格，为了要避免停唔到，除了有写基办车停放区，停车格内边也会指示字头。停管处这边呢，就是配合养工处，在做路面重铺的时候，直接把整个机车格，然后改由用机慢车停车区方式进行示范，所有的机车或是自行车的车身大小，那自由选择适合的空位去停放车辆。停车时务必注意停车格、停车车种，依规定停放车辆，以建立友善无碍的环境。违规停车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交通局讲，举办的基办车停放区会当停卡达车，过来会甲停车格标线染色，互用路人看起来更加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间幼稚园，有3个教保员即马防指控讲涉嫌抠毒囡仔，会甲囡仔车，佮会甲囡仔脱裤，佮叫其他囡仔同齐来看。昨就家长出来指控这间幼稚园，讲已经害因的囡仔唔敢去读册。新北市教育局调查了后，认定有8个囡仔受害，会甲教保员罚3万至60万，嘛要求这间幼稚园要停止招生。你用2只手拉他双脚，他跌倒，他90公分的高度拉上，他直接摔下去。那如果出什么事呢？你能承担吗？找囡仔爸母开会室的说明会，家长真生气，控诉囡仔被不当对待，教保员含糊的行为，唔那是安尼。我的小朋友在午休的时间就是有尿湿裤子，有被老师就是当众就是叫其他的学生就是将他围一圈，把他的裤子以及内裤脱下来，然后露出他的生殖器。午休时间他的餐碗没有收拾，那班导就走过来发现，那一气之下就挥手打我女儿的背，那造成说我女儿就往前扑倒，去撞到这个固定在那个墙边的桌子。查某囝超过1个误车，受害家长批评有离远。代志发生的时阵，一直找借口，一直到今年4月，有其害家长来办理退钱，意外看到教保人员疑似不当管教，向教育局检举，专案接别康。
搁伫家长面头前，老目屎拍伫涂骹会室里，暗过受害囡仔爸母无要接受，批评教保员用想不开做理由，甚至甲害者毋拿只有戏。新北教育局调查了，认定3个教保员对8囡仔有体罚不当管教者行为。目前至少有3个家长报警提告。接获通报，第一时间立即处理，同时解除幼儿园准公共资格，并勒令停招。这幼儿园是新北市棒球，教育局回应对3个教保员罚3万到60万，其中1个人终身免任职。幼儿园也罚6万，命令停招。幼儿园回应教保员行为有点超过，暗过无恶意，认为罚相当。师资的这个品质有没有得到适当的一个训练，可以去朝这个改善的一个目标来前进。要防止这种的案件，除了园方爱落实，各班督导管理也有兵团建议强化教保员正向教育能力，点出教育体系稽查并律基，拢是等到接到相关的检举再来检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彰化八卦山有做沙石的业者去申请按算要开发一个20公顷的土石资源厂，昨是开环境影响说明的第一场审查会。环保团体和当地人烦恼这个开发案的影响生态，造成污染，伫现场扭布条抗议。民众有布条表达诉求，彰化有沙石业者申请要伫花坛八卦山开发一个20公顷的土荒资源场。7月2日举办环境影响说明书的第1届审查会，有不少在地民众到现场关心，表达意见。唔通来甲设计20几架来甲阮摕伫个水源头的时阵，迄个废水落去甲下啊，你一寡农产品啦，一寡这村民的要食这地下水拢无法度通生存。它的地点其实是在一个地质敏感区、山崩地滑区，而且也是我们的重要野鸟栖息地，然后甚至是石虎的重要栖息地，所以它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区块。环保团体表示，业者规划的土荒场，预计10年的营运时间，要囤298万立方米的土，量非常的大，是到草树林开发，对自然生态甲环境的影响真大。面对开发的疑虑，业者回应，土荒场是要做有效的资源利用，一切拢会合法进行。剩余土质方就是可再用，就是资源物质啦。不管你撒去囤土，还是去胎变成石头啊，去撒去卖。这种是一个再利用的行为嘛。彰化县政府受理人民的申请案，有义务来申请，当然嘛要依据这个法令的规定的天数来办理。彰化花坛3家段土荒场的环境影响说明会，最后环评委员要求业者爱针对废土再利用的处理、水土保持、石虎保育这影响，搁再补件说明。随后搁需要进行第2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查。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军公告伫年初的时有调关薪水、调关4%。行政长杜英台伫昨昏时宣布，同意明年军公告要搁调关薪水、调关3%。这嘛是对2000年以来军公告第7届调关薪水。杜英台嘛呼吁民间的企业爱对咧调整薪水。也毋过资方的代表是表示讲，敢无法度调薪水，敢要调薪水，应该要互公司家己决定。也劳工团体是批评讲，政府若是想要改善劳工薪水加增型，唔通用话话的，应该制定薪水透明化的政策。军公告今年调薪4%，明年嘛要调悬。行政院长杜英台2日宣布，军公告台务审议委员会做决定，明年军公告加薪3%，相关的作业已经在进行，会正式发布。我已经同意，明年度军公教员工的待遇，我们会调升3%，那也期勉国内各企业也能够因为政府的带头作用，实质调整所有员工同仁的薪资。每年要调薪3%，是军公教委2000年以来第7届加薪，包括2001、2005、2011、2018拢调3%， 2022、2024调悬4%。杜英台话民间企业同齐加薪，资方代表工总常务理事何毅表示，赞成企业加薪，不过是不是加薪，应该由各公司家己决定。
有赚钱、有能力的，每个企业每年都会跟员工调薪，这个不必政府去讲。亏损的企业，你要叫他调薪，很困难调薪。与其用这样的一个道德喊话的方式，不如来促进我们的这个整体薪资透明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让雇主没有办法去说我无趁钱啊这样的方式来搪塞。孙友莲表示，要改善劳工加薪的现象，除了调整基本工资，还阁为薪资透明做起，嘛乐见员工较调薪。不过，全教总校长学会这个教团认为，调悬3%甲物价的起价幅度，军公教的期待拢有正差，呼吁予受薪人员会当进入军公教财务审议委员会，予军公教薪资审议法制化，嘛当更加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24节气的大暑，也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时阵。俗语是咧讲大暑热无透，收成就无够。天文馆今嘛表示，节气是反映地球晒日头的过程，是四季变化的标志。不过今嘛，咱有受气候变迁的影响，今嘛24节气和俗语都讲的天气的现象，有当时已经无啥共。24是24节气中的大暑，嘛就是一年透天上热的一天。俗语讲大暑热无透，收成就无够。意思是大暑若无够热，就代表气候无够顺，会收成无好。阁有一句俗语讲：小暑食酸呀，大暑食旺来。原因就是大暑中旺来上着时。大暑就要吃凤梨哈，才会旺旺来。才会消暑。其实真正好食的时阵是到6、7月迄阵啦。你若即摆来的时阵就还袂生啊啦。今年较早，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也较早啦，比较早结束了，所以现在已经即摆已经无算着时啊啦。气候变迁，只个大打想讲往来着时的时间，一定毋是大暑啊！台北市天文科学教育馆表示，24节气对古早流传落来历法，对过往对靠天食饭的农民来讲，有真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即马因为气候反常，24节气的时间对应的气候一定无啥共款。大概大陆那边的中原的地段，就是他们那时候定义的那个位置跟时间点。可是其实像我们以台湾的地理位置来讲，跟那边已经有一段差距了。再加上时间长远下来，然后人为的一些污染、气候跟早期已经有很明显的差异了。加上现代大气科学真发展，气象预报愈来愈准确。虽然24节气对现代人来讲一定无参考价值，但是天文馆认为大家有缘会当去了解24节气，节气反映地球晒日头运动的过程，是每当季节变化上重要的标志，嘛有真侪古早人留落来的智慧。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一若天气遮热，真侪人爱啉凉的。台北市卫生局有公布第2批抽验凉水的名单，发现111件冰的食品和配料当中，有9件是不合格，其中有7件有验出大肠杆菌超过标准，阁有2件互验着防腐剂。天气真热，未少民众会买手摇茶或者是食酸啊凉一个。不过台北市卫生局今年第2批抽检饮料甲酸啊。伫111件凉的甲酸啊，还有配料内底有9件无合格。因为手摇本身就不健康，如果再有这个因素的话，应该会更避免去喝。1周3到4吧，就检查出来就不要去喝这样。这个抽验亲像是乌丸仙草店、珍珠丹、咖喱咖啡等真出名牌子的分店，拢总有7件产品灯管菌考超过标准，拢罚3万块。也若酷家饮料、木林茶分店是有2件粉圆、椰子肉这类的产品，去互验出防腐剂，已经互要求都要落市，而且邀请管理迄区产品来源的卫生局来办理。过高的一个肠杆菌科会影响到饮冰品的品质，而且也会缩短产品的一个保存期限。冷藏应该在7度C以下，冷冻应该在-20度C以下。那食材适量准备，不使用的时候应该要适当的一个冰存。实际去其中一间饮料店，早起11点才打甲铁门破开做生意。卫生局表示，灯管菌考是检测量的酸啊，食品卫生的指标之一。若是超标，代表制作的过程当中，卫生的情形甲食材等等可能会有污染。提醒业者都要落实环境卫生甲自主管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山大学常常有学生唱歌
食的物件会互高山仔挖过来抢。学校为着要避免学生囡仔和高山仔发生冲突，有试办半年，高山仔家己的物件抢走，学校出钱家己赔。计共这半年来有17个学生去申请。中山大学学生是为超商行出来，随甲放藏伫衫内面，就惊讲会有高山仔来抢。这是学校统计高山仔上高抢物件的所在。除了校园内面的超商，第2名就是停车场。学校为半当前开始试办高山仔抢食补偿金的政策。到今有17位已经抢到，领到上悬有100块补偿金。学校表示讲，自2月试办到今，逐个月平均有3件。尽量放伫就是面头前，卖害来害去，就是安尼。这个有点像消极的补助，放一个积极的方式去防止这类事情发生，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蛮治标不治本的。虽望学生认为这项补偿金的政策袂歹，会当宣导莫因为甲高山仔抢物件来钓伤，毋过也是希望学校会当有其他，亲像加强巡逻等等的政策。嘛有民团表示讲，人甲狗的冲突上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爱甲狗保持距离，物件爱收好好。校咧卖饭的所在、餐厅，啊，还有便利商店附近，其实狗拢会伫遐等。所以爱避免这款代志，也是先家己的物件收好，啊，宣导好，毋是讲我今仔就摕钱，甲你补偿安尼尔。学校表示讲，目前学校的校警队有成立高山仔巡守队，平常时也嘛会巡校园。这项补偿金的政策，未来敢要继续办落，学校搁在研究当中。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来看纸板碟，纸板碟一般是伫清明前后会经过云林拿来的向北刷。最近伫云林高坑的华山文学步道，因为遮无厝农药，佮有种一寡有花蜜的花草，等到是变做野仔来休困的好所在。生态协会就表示，高坑这大叶纸板碟是刷走了后，伫遮出世的后代，按算伫10月份的时花期结束，这阵野仔就会佮飞转去南部过冬。对。导览员甲游客介绍纸板鸭的外观甲品性。往年伫清明前后，纸板鸭拢会到云林拿来乡的出口飞上北。不过最近，数千万只纸板鸭来到高坑华山的文学步道找食。结合就是水保署的一些经费，然后把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条现在在这个步道上是我们的文学步道，也是我们的休闲农业区主要的那个导览路线。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一些蜜源植物，然后让蝴蝶，然后蜻蜓可以过来。所以今年的话，就是整个那个紫斑蝶整个大爆量这样子。华山休闲产业促进会表示，为着生态保育，当地组织是全面禁止厝农药的。而且为旧年开始，就伫华山溪的文学步道，沿路种花种草。最近开花了后，就去引规大阵的纸板鸭，假作华山生态的新特色。过了像说清明节之后的一个迁移现象过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扩散的一个现象。它可能会到处去停留啊，然后有好的蜜源，还不错的地方有些别，它就会留下来了。高坑华山出现规定的纸板鸭，敢会影响到因潜水的生态？对此，台湾纸板生态保育协会讲，华山地区的这阵是过境的纸板鸭生态的第2代，虽然数量多，不过袂去影响到因原本潜水的生态。10月花期结束了后，这个纸板鸭就会飞落南去过冬。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来新竹市对去年开始有开放店头去申请动物友善标章，会当夹在大纸搭伫店头外口，就是鼓励大家嘛欢迎有宠物的人会当入去内底。甲当已经有50间业者去申请，目前呢也搁继续咧招店头。新竹市是想要打造甲新竹当作是动物友善社区。日头赤影影，真想要带狗仔找一间餐厅，也是咖啡厅歇困。好佳在即马有动物友善餐厅，互主人甲宠物有冷气通吹，还有水通啉。觉得不错啊，很多餐厅都可以带宠物，我觉得很棒。是全台湾宠物友善的，不管是餐厅或饭店，其实越来越多。那其实他们都还蛮
乐于就是可以让宠物不管是进餐厅或什么的，其实相较于以往真的多很多了。新北市去年开始，民众只要看到店家门口有打动物友善标章认证，会当带宠物入去。头家讲，即马真侪民众厝内拢有饲宠物，开放宠物其实对提升生理嘛有帮助。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族群嘛，对不对？他也需要一个空间，然后甚至朋友跟朋友之间都会带毛小孩互相交流。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块。新北市目前有50间动物友善店家，目前阁继续在招募，为了打造新北市成做友善动物的城市，领养流浪动物的民众，饲有给送礼礼物。如果到动保所8月底前来认养动物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这个好物3选1哦，来挑选大家喜欢的这个动保小物哦。希望透过这样的计划，能够鼓励大家来多认养我们的流浪动物。新北市政府表示，目前设定一区以宠物公园做目标，会继续建立宠物公园。希望后摆大家讲到新北市，会当想到这是动物友善的城市。记者杜君和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关心2024巴黎奥运7月26就要开幕。即马有真侪运动员拢已经到法国巴黎，那维安嘛真重要，爱做甲真认真。尤其是即届嘅开幕典礼，选手游行毋是说运动场尔，即届是改坐船，会伫塞纳河接受民众嘅欢迎。嘛因为安尼时，维安搁较需要卡手。巴黎市中心除了栅栏路中世纪封锁，一寡路边的户外咖啡座嘛，亲像安尼用铁栏杆封起来。不过，这毋是为着新冠病毒疫情的封城措施，是奥运开幕期间的安全警戒。Il y a 3 principales menaces. Il y a une menace dite contestataire, il y a une menace qui est plutôt liée à la criminalité, à la délinquance, et puis il y a la question du terrorisme. L'attentat de masse. Ça, c'est le pire des scénario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t qu'il n'y a pas de réussite sans prise de risque. Mais que par contre, les prises de risque, il faut qu'elles soient atténuées par l'engagement de tous les moyens nécessaires. 这届巴黎奥运的选手游行，毋是传统大型比赛，由选手赛场一练，是坐船航行塞纳河差不多6公里，接受豪华观众的欢迎。所以法国军警双方对安全的维护，会当讲是真注重。已经安装完成的座位，由远警带特别训练过的警犬，用片来找出可疑的毒物。另外，根据法新社整理的这份维安地图，为埃菲尔铁塔倒边的开合开始，一路经过罗浮宫、巴黎圣母院，再到奥斯特里兹车站正边的区域。其中上靠近塞纳河畔的区域是所讲的反恐区，除了有奥运专用的通行证以外，人甲车拢袂使入去。范围搁较大的红色区域，行人甲骑脚踏车的民众也必须爱有特别核发的通行证才会使入去。而拄仔是礼拜，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照惯例对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发表祈祷演讲，当然嘛特别提起特别举行的奥运盛会。Secondo l'antica tradizione, le Olimpiadi siano occasione per stabilire una tregua nelle guerre, dimostrando una sincera volontà di pace. 教宗伫祈祷文指出，为乌克兰中东到缅甸战争所带来的破坏甲死亡，大家看现现，战争无人会拢赢。教宗是希望奥运会当成为团结人心、走向和平的力量。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28度至3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